如果有人懷疑佢老公喺出面有偷食，亦即有婚外情，其實佢可以直接問清楚佢老公。如果佢老公真係想同出面嗰個一齊，佢可能會認，甚至會自動波提出離婚。咁樣一來可以俾個老婆睇清楚佢係咩態度，二來又可能係個老婆之後想申請離婚嘅有力證據。根據香港法例，通姦 adultery 係可以做離婚理由嘅，但一定要有證據支持先得。最直接嘅證據咪就係佢自己認，又或者個老婆手上有佢哋啲信息、相片，甚至係第三者嘅口供嗰啲。但係要好小心，如果個老婆知佢通姦之後仲同佢一齊住超過半年，咁法律上就會當個老婆接受咗佢嘅行為，會影響之後想用通姦做理由嚟離婚㗎。如果老公認咗，而個老婆真係接受唔到再同佢一齊生活落去，個老婆就可以申請離婚啦。程序方面，個老婆要預備好份離婚呈請書，同埋交埋張結婚證書。如果佢哋有仔女，就要一齊交埋撫養安排，例如仔女嘅撫養權、探視權嗰啲。如果牽涉到分身家或者贍養費，都可以一齊申請埋。最後要記住成個過程最好保留任何有利嘅證據，包括對話記錄、信息嗰啲。如果聽完之後對個案有咩想問清楚，或者情況比較複雜，記住千祈要揾返啲專門處理離婚事宜、有晒經驗嘅律師去諮詢。葉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